后来因为有真侪人买无喙罨，所以咱的政府统一征收来实施着购买实名制。这个药房逐工都有人咧排队。新北市的三重埔讲有一间做喙罨的工厂，趁深夜工厂收工了后，私卖喙罨，一个人一盖桶啊买200片。检调单位去考察，确认这个工厂是合法制造，只是无予政府来征收。今仔日约谈着负责人甲员工，要来了解是毋是有囤积甲有关防疫的物资。经济部征用专台25间喙罨大厂，每工3班制，24小时赶工。被征用的防疫物资，为了防止外流，也有警察驻抢。若是无被政府征收的公司做好的喙罨要安怎？有人就私下卖。规内底拢是仓库啊，伊卖袂出去啊。伊讲内底优先啊，外口唔敢卖出去啊。一个卖你2万。新北市三重埔一间工厂，铁门经常拢关咧，厝边原本嘛唔知影，原来因就是咧做喙罨的。即卖伊用的喙罨，加做防疫物资，袂当随便卖。头家娘伫下班了后，互附近的厝边限时限买，被人检举。调查市的物件拢甲搬出来，口罩嘛甲搬出来。卫生局确认工厂是合法制造，无被政府征收，但是检方调查了后，以疾病传染法约谈业者甲员工，当咧厘清是毋是有囤积或者是有关绩效。